黄斑部病变是袂少是大人目睭定定出现的毛病，特别是这几年使用3C 产品的关系，也开始出现少年有这款的病症。传统治疗方法需要每2个月就要登去病院请医生用注射治疗，而且这款的方式有感染的风险。不过，江建院已经开发出一款药水，只要用滴的就当来治疗这款病症。现代人生活中已经离袂开3C 产品，造成目睭毛病愈来愈少年化。江建院研发出专门治疗黄斑部病变的药水，比过去传统由医生直接对病患目睭注射是加真方便，也减少感染的风险。针就是直接往你的眼睛去迈进，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治疗方式。所以基于这样子的方式，那我们就想到说，用眼药水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来取代这样子的技术，所以让它可以达到一个有效的传输，又是安全，然后剂量又是很高的眼药水产品。另外一台亲像翕相机的机器，只要直接对目睭透过内底超过10万张的影像，训练出 AI 辅助诊断系统。会当来侦测糖尿病患者目睭底的状况。只要你眼底图一放进去，它在3秒内，甚至更快1秒钟，马上就会把病症的位置直接侦测出来，告诉那个医生，其实那个位置在哪里。目前黄斑部病变药水已经得到台湾、日本、欧盟等等国家专利，而且进入到2期人体临床试验，未来真紧就通帮助黄斑部病变患者有更较方便的治疗方式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。